前列腺就是射护腺，射护腺，男人都到50岁还是60岁就容易有这个射护腺的问题，肾元气啊，肾气不足了，很容易尿急啊，频尿。用牛奶加那个1汤匙肉桂粉来喝，肉桂粉说还可以消灭膀胱里面的细菌呢。O型的会不会爱面子，尿急又憋尿，憋尿久了会尿毒症呢？那个细菌会跑到膀胱呢，那尿毒症就很严重了。我说肉桂粉可以消灭那个膀胱里面的细菌呢，还是要看医生了。戒瘾啊，戒好色啦，不要房事过多啦，就是性行为不可以多啦。你要参考那个孙思邈啦，后来做保生大帝呢，医圣张继张仲景，那个唐朝孙思邈后来做医圣还是什么？医圣还是保生大帝啊？做保生大帝，他就去劝人家戒瘾。